用香港1/5嘅樓價就可以喺珠海最中心嘅富人區地段，入手一套港珠澳大橋加九洲港碼頭雙口岸上蓋嘅住宅物業。喺呢一度背山面海，350萬總價即可擁有一套過千尺嘅海景山房，兼且呢度仲配套1000平方米嘅私人嘅會所泳池。今日我哋來到咗華發雲晒。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周遊灣區，我係今期節目嘅主持人 David。咁大家睇住 David 好似行緊一間好舒服嘅度假酒店咁樣。當然今日着成咁樣咧，一定唔可能係度假嘅，一樣同大家分享翻我哋嘅樓盤影片。咁其實大家睇到片頭亦都知啦，今期樓盤咧係位於我哋嘅港珠澳大橋以及我哋嘅九洲港碼頭雙口岸上蓋嘅一個住宅物業。咁其實係珠海市中心地段嚟講咧，呢一個 location 呢一個位置絕對係好市中心、好繁華、好優質嘅地段啦。但係喺一個咁市中心嘅區域咧，佢可以擁有一個咁靜謐、咁舒適嘅自然環境，我覺得係實屬非常之難得嚇。咁有今條片咧就係同大家分享我哋嘅華發雲晒。咁今日分享呢個樓盤之前，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做一位業主嘅客戶嘅一個案例啦。咁呢一位客戶咧，其實係我哋香港嘅一個資深律師嚟嘅。點解會同大家分享咁多嘅一個我哋業主嘅一個置業嘅購房心路咧？就係因為港車北上3年以來，David 咧係接觸咗非常之多嘅客戶。咁有我哋嘅大部分香港人啦，然之後都有部分嘅華僑。咁咧，我哋接觸佢嘅過程中咧，就會發現每一個客戶嘅需求，包括每一個客戶所重視嘅點，所需要嘅一個置業嘅計劃都有所唔同。咁呢一個客戶咧，佢嘅案例，我覺得亦都係好特別嘅，亦都可以為大家做翻少少嘅即係參考下。咁呢位業主咧，佢係一位律師嚟嘅，咁從業咗非常之多年。咁律師呢個行業咧，與其他嘅行業有少少唔同。其他行業可能退咗休就真係完全退咗休落嚟啦，完全唔需要工作。但係律師呢個行業咧，佢係從業越長時間越有經驗，而都會越多嘅舊客跟住佢。咁所以即使呢位業主退咗休，咁到依家呢個階段咧，時不時咧都要翻香港幫啲舊客處理啲相關嘅問題。咁所以咧，佢揾到 David 嘅第一個訴求咧就係 David，我想要翻香港方便啲嘅，因為我依家 keep 住都會有少少嘢要做。咁翻香港嘅方式有好多啦，有我哋嘅金巴啦，有港車北上啦，亦都有搭船啦。咁我就同佢講咗啦，我基本上翻香港，我哋揀珠海，無論話係十字門啦、金灣斗門啦，我哋有港車北上都非常之方便。佢話 David，我想要唔揸車，咁樣最方便噶啦，因為我唔中意揸車，同埋我唔想煩。咁坐喺架車上邊或者坐喺架船上邊，直接翻香港就最舒服噶啦。咁 David 咧就為佢推薦咗我哋呢一個項目。咁呢位業主選擇呢個項目嘅第二個目的咧，都係因為佢話15年前來過珠海。咁當其時咧就係情侶路上邊行啦，佢覺得情侶路好靚。咁包括呢2年留意珠海咧，亦都成日見到有人講話情侶路啊咁樣嘅。咁所以佢就想買喺情侶路上邊。咁的而且確，我哋珠海係我哋嘅2020年之前嚇。可以講係所有嘅豪宅咧都匯聚喺我哋嘅情侶路上邊。咁例如我哋情侶路1號嘅人民濱海，包括我哋嘅綠楊山莊，以及我哋嘅御海地嘅情侶灣1號等等呢啲珠海嗌得上名嘅豪宅咧，全部都係情侶路上邊嘅。可想而知，情侶路係珠海豪宅嘅匯聚嘅地方。咁今條影片為大家分享嘅呢個華發雲晒咧，佢既係我哋嘅九洲港口岸上蓋嘅物業之餘，亦都係珠海情侶路上邊嘅豪宅。咁首先啦，聽David講咗咁多，依家咧亦都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華發雲晒呢一個項目嘅情況。OK 啦，現時David咧就來到咗華發雲晒嘅正門口。咁由我哋項目出門口過一條斑馬線咧，就可以去到九洲港出發返香港啦。咁呢個港口咧，每日去到香港有12班船，分別有去到我哋尖沙咀嘅中港城碼頭，以及我哋上環嘅港澳碼頭。
咁我哋嗰位業主嘅 office 咧就係中環嗰一區嘅，咁所以由呢度翻去佢做嘢嘅地方真係好方便，可以講咧係雙城嚇無縫對接。咁兼且咧成個全城由呢一度去到香港嘅上環只需要70分鐘。咁呢個區域咧就係我哋成個華發雲洗嘅正門口啦。咁其實呢個門口咧有翻一啲香港嚇啲半山一啲高端屋苑豪宅嘅一啲感覺。咁首先啦，呢個電動嘅4扇開嘅堂門就好氣派，再加埋咧我哋中間呢個圓形嘅白玉盤，雕埋我哋嘅一個前影嚇，咁係華發呢2年係豪宅上邊嘅標誌嚟嘅。咁再對出嚟啦，就係我哋北京寶格麗上邊嘅一個大堂設計啦。咁其實成個項目咧，雖然佔地唔算好大，佔地6900方，5到7000方嘅佔地。咁戶數配置咧亦都非常之少，總戶數308戶，咁配置車位咧有388個，所以車位配置咧係完全足夠。之餘咧，308戶業主共用呢一個1000方嘅會所，咁其實係非常之足夠嘅嚇。咁我哋可以睇翻啦，呢邊係有個標準嘅半池啦，係室外嘅。咁係夏天，大家試諗一下，直接從屋企落樓就可以跳落個泳池游水，然之後後邊嘅山景咧，夏天又聽住啲蟬啊，或者我哋嘅鳥語花香喺度叫，咁即係一種市中心兼且咧有非常之濃郁嘅度假嘅樓盤。咁呢個樓盤咧，點解話開頭講有啲度假酒店嘅 feel 咧？呢個項目歸家嘅動線同其他屋苑真係非常之唔同。佢就似酒店，一入到嚟，我哋24小時安保管家同我哋物業係進行一個對接，同我哋業主啦，有咩需求都可以翻屋企先同佢講。之餘啦，呢邊我哋業主嘅大堂吧啦，咁亦都可以落嚟坐下飲杯咖啡，係咪嘆下個世界？咁然之後咧，去到我哋每一棟每一戶咧，有專門嘅電梯廳嘅。咁譬如話，我哋住喺03、04單位，就搭翻我哋呢個對應嘅電梯廳，直接上到去就係我哋樓下啦，就唔需要再進行其他嘅拍卡啊，或者拉開我哋獨立嘅嗰一道門嘅呢一道步驟。咁就係我哋成個華發雲洗，我覺得佢非常之大嘅賣點。咁兼且咧，成個項目亦都配套有我哋嘅健身房啦，以下我哋嘅瑜伽室。雖然體量只有1000方，但係該有嘅全部都俾到業主啦。咁至於呢個項目，頭先都要所講到珠海最好最繁華嘅地段，咁擁有我哋珠海吉大啦最靚麗嘅海岸線，兼且咧呢個項目周邊嘅醫療配套好齊全，15分鐘以內咧可以去到珠海最好嘅2間3甲醫院，中大五院以及我哋嘅珠海市人民醫院，呢2間醫院都可以用我哋嘅香港醫療券嚇，咁呢2間醫院全部可以支持嘅。咁至於啦，去到我哋珠海最中心嘅商圈啦、富華里啦，包括環宇城啦，全部都係15分鐘車程之內可以覆蓋到嘅。係10年前我哋有句話叫有錢有勢住吉大，咁呢一區咧就係我哋吉大片區。OK 啦，咁就睇翻我哋航拍為大家介紹下我哋華發雲洗嘅成個項目嘅情況。咁成個華發雲洗咧係背山面海，南向望海，係珠海非常之難得。咁成個項目咧308伙，咁分為1棟同埋2棟。最早期開售嘅2棟咧，01、141、02、03、110方，04單位咧係124方。咁呢4間單位咧，全部係一個望向我哋嘅港珠澳大橋，以及望向我哋嘅一個海景嘅單位。咁05單位135方有少少特別，佢係望向我哋後邊嘅洲仔山，以及我哋珠海東邊嘅情侶路嘅。咁其實咧，呢5間單位平均嘅均價咧都係28000至32000一方，價錢非常之吸引。咁一棟嘅戶型間隔一模一樣，對開嚟咁樣分個戶型。OK 啦，咁有一個不利因素亦都要同大家講下。咁我哋 T1棟，即係我哋項目1棟嘅前邊嗰個 S2、S3地塊咧，現時有咗最新消息啦。預計咧會係一個60米高度嘅住宅。咁大家選擇咧，如果選擇大面積141嘅01單位咧，咁我哋嘅主人房望出嚟界時可能低樓層會有少少影響樓體遮擋，60米以上就冇問題噶啦。OK 啦，咁都唔講咁多，即刻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交付標準以及我哋嘅戶型展示，即刻出發。OK 啦，咁現時我哋就上咗嚟實體樓，同大家推薦呢一套110方嘅單位啦。咁係我哋嘅02同03，1、2棟全部都一樣嘅戶型開則。
咁首先呢套單位睇之前同大家報埋價錢，呢個咧係我哋周遊灣區最中意做嘅一樣嘢嚟㗎啦。呢個單位總價咧，大家會見到由300萬至360萬不等。點解會跳價差60萬咧？就係越高越貴。咁高區咧，佢嘅景觀係非常之靚仔嘅。講就按我哋中間價位計，350萬呢一套單位咧，首期款咧係50萬，咁我哋月供咧大概係12000一個月。OK 啦，咁每一戶咧都做到私梯入戶下，咁呢部電梯對出嚟咧就只有我哋一戶單位啦。咁我哋先睇我哋嘅擺咗家私嘅展示啦，然之後咧最尾會帶大家睇我哋交付標準。咁入門之後咧會見到有一個下設。咁其實呢一個戶型設計咧，亦都係方便我哋嘅一個下人用呢個洗手間。咁其實成個私密度咧都比較好，而且呢個下設空間非常之大下。咁包括企缸位咧，亦都好舒適，企缸位冇飄窗嘅。OK， 咁交標其實呢一期華發雲洗咧，亦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最對出嚟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啦。咁廚房係一個開放式廚房，會有我哋嘅堂門交付。咁拉埋堂門之後咧，油煙亦都唔需要擔心走出嚟。咁之餘啦，我哋呢個 island 位咧非常之闊，有80 cm 嘅一個 island 位，好少見。咁然之後咧，成個餐客廳包括廚房都可以望到一個好舒適嘅景觀。咁大家見到啦，餐台方面咧係擺放住一張非常之大嘅4人位嘅餐台，然之後梳化搭住一間房之後嚇，令到我哋嘅客廳開間咧係達到咗6米。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就會問電視擺邊啊？確實佢咁樣改冇地方擺電視。當然啦，如果有部分朋友咧中意睇電視，咁喺呢個位置可以做一個升降嘅投影都冇問題。咁後邊嗰間房咧預留翻俾我哋做翻一個工作室啦，或者書房空間，完全冇問題。咁最對出嚟咧就到呢間單位，我覺得嚇最大嘅賣點啦。除咗個地段，除咗個下邊會所之餘咧，就係呢一個 view 啦。呢個 view 都要想話俾大家知係咧，永久冇遮擋㗎啦。咁旁邊我哋新起嘅九洲港咧已經封頂㗎啦，而都唔會作出任何嘅改變啦。咁下邊嘅 S1 地塊咧，佢嘅限高咧係30米，咁所以我哋正前方嘅景觀亦都唔會話受到太大嘅阻擋。咁唯獨咧係我哋旁邊呢個 S2 地塊，咁咧會有我哋60米高嘅一個住宅，有機會嚇。咁所以咧，大家盡量規避翻我哋嘅右手邊嘅一個建築物就 OK 啦。但係我哋睇翻正前方港珠澳大橋，以及我哋下邊嘅九洲港呢一片海景咧，其實係非常之舒適，睇落令到個人心情啊係非常之享受嘅。咁之餘啦，我哋遠處珠海嘅地標啦、人行濱海啦，包括遠處石硤尾嘅樓宇，今日啲霧有少少多，但係咧，我哋平時天氣好嗰陣時，全部可以睇得到。咁包括我哋前陣時可以將個鏡頭轉喺我哋嘅右邊，咁其實亦都可以見到我哋成個吉大咧，算係一個非常之低密度嘅一個居住區，所以住喺吉大呢一區咧，佢嘅一個舒適度非常之舒服。咁慢節奏嘅一種生活狀態嚇，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因為珠海好多我哋吉大有好多我哋珠海嘅老字號，好似我哋嘅龍都四季香啦，包括金月軒啊等等一啲潤翁記啊呢啲鋪頭，我之前都有拍過片，全部都係吉大呢一帶嘅。OK 啦，咁呢個區域咧就係我哋嘅客房，大家簡單睇一下。咁貼住我哋嘅窗台啦，擺尾二個床，亦都有床頭櫃以及有衣櫃嘅位置。咁主人房空間咧，有好有壞，即係好處咧，收納空間好多。唔好處咧，就係成個主人房嘅採光面唔夠寬敞，因為你有條柱體，兩邊個柱體遮住咗，變相咧就收窄咗我哋主人房嘅一個採光位。但係其實我哋眼前呢一片無遮擋嘅海景咧，我覺得亦都係非常之舒適嘅嚇。講空間感方面咧，呢間主人房好舒服 ，King size 大床啦，兩邊床頭櫃，甚至乎有需要呢邊都可以做一排衣櫃。咁然之後對過嚟啦，就係我哋嘅洗手間嘅空間啦。咁呢個洗手間呢個區係有少少飄窗台嘅位置，介至呢邊係我哋嘅堂門交付。咁然之後呢邊嘅雙面鏡櫃咧，亦都係交標。嗱，提前同大家講一講交標嚇。咁呢個交標咧，其實之前有位業主過嚟睇過，佢話呢個好細心。首先呢邊預留咗我哋嘅插蘇位啦，咁擺風筒啲電線就唔會飛到到處都，即係周圍都係。咁呢邊啲化妝品，包括呢啲樽。
呢啲樽樽罐罐嚇，我叫唔齊嘢，我唔識啊。OK， 咁然之後呢個位置擺我哋嘅紙巾啦，或者洗面巾啦。呢邊同樣地非常之多嘅收納空間。咁其實呢一期呢一個交標做得真係非常之唔錯，好細心。OK， 咁呢一套單位就大家欣賞完啦。首期再同大家講多一次，50萬嘅首期，然之後咧大家買到嘅一個高樓層。比較高嘅啦，就係大家現時見到嘅26樓呢個高度，做咗又有嘅成交價。咁然之後月供咧就12000蚊。講真句，喺呢一度咧擁有呢套咁嘅單位好難得。然之後咧，我哋再係睇大少少嘅135方，性價比最高嘅嗰一套。OK 啦，咁現時我哋來到咗05單位，即係135方，唯一一個望翻我哋後邊嘅一個山體公園景觀嘅單位。放唔大嘅 ，OK， 唔理佢先啦。咁呢個單位咧係我哋嘅 C 梯入戶啦。咁我哋睇翻個戶型圖。咁呢個單位咧係一個飛機式，亦都係我哋華發雲洗入邊唯一一個飛機式嘅戶型。咁首先一入門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餐廳位置啦，後邊一排酒櫃。咁呢個餐台咧擺得非常之大下，一個比較大嘅錄音位。呢個區域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一個錦廚嘅設計啦。咁一個 L 型嘅操作台空間。咁其實當然交標上邊做咗少少改造，係將我哋嘅生活陽台封咗出去。呢邊我哋嘅雪櫃，咁包貨旁邊咧一個洗衣機啦，包貨我哋嘅一個烘乾機收喺呢入邊。咁其實大家做裝修都可以完全按照呢種設計嚟做。我覺得入邊個空間好簡潔，仲有一個小嘅即係細嘅洗手台嚇。咁其實空間感咧好好用。然之後對出嚟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餐廳啦。咁餐廳因為打住一間房嘅原因，令到我哋咧由呢一邊去到最深嗰一邊咧開間有7米。但係其實你話好唔好用咧？其實根本唔算話特別之好用嘅，因為呢個戶型咧2間房都相對比較細嚇。咁所以大家買翻嚟咧只能夠當3房用，即係我哋2+1。因為呢間房咧係做咗一間比較細嘅兒童房。咁其實呢間兒童房嘅景觀咧亦都唔錯嘅，係望翻我哋嘅一個情侶路嗰邊東向嘅海景嚇。咁 size 方面，尾半個床呢邊嘅衣櫃其實都唔算話好好用，因為空間比較細。最主要好彩咧就係呢個客廳係我哋視覺上邊嘅感受咧係好舒服嘅。當然呢一套單位嘅價錢，即係我哋圍翻落嚟單價，包括我哋綜合落嚟嘅性價比嚟講咧，亦都係最高嘅。咁單價咧28000一方，俾到大家咁樣嘅景觀。咁我哋早輪咧有個業主成交咗我哋嘅28樓嘅景觀。咁咧其實成交總價咧係201萬。咁圍翻落嚟咧，我哋首期款係俾60萬，月供咧14000蚊。俾大家見到我哋珠海嘅島嶼啦，包括下邊嘅洲仔山啦。喂，依家已經有線咯，不要聽到未？係嘛？咁下邊仲有一片網球場，咁所以呢邊嘅景觀咧，又係俾到我哋一種另外嘅唔同嘅感覺。同樣地啦，呢邊東邊咧，亦都可以望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咁所以景觀咧係毋庸置疑，絕對優質。但係呢個戶型咧，適合一啲住得人冇咁多嘅一個家庭，最好2夫妻，然之後有時小朋友間中過下嚟，咁2間房預留俾到大家，完全冇問題。睇住冇仆親啦。OK， 咁呢邊嘅房間咧，就係我哋一間客房。咁客房咧係比較靠近我哋嘅下設空間嘅，咁呢邊亦都可以望到少少我哋嘅珠海嘅我哋南邊嘅一個拱北口岸啦，包括我哋嘅人民濱海嘅景觀，不過就係啲乸景嚟嘅嚇。但係房間嘅空間其實比較大，一個 king size 床啦，加埋兩邊嘅床頭櫃。咁做衣櫃，其實我一路都唔知呢間房要點做衣櫃，唯有咧唔要呢個床頭櫃嚇，呢邊貼住我哋嘅窗邊，咁樣先至可以將呢間房變到最好用。然之後對出嚟咧，呢個就係我哋嘅下設空間。咁下設相對嚟講亦都收窄咗少少，咁係一個鑽石型嘅沖涼房啦。咁旁邊嘅智能馬桶，然之後主人房空間就比較舒服。主人房空間咧係一個套設加埋我哋嘅寢區。咁套設空間比頭先嗰個下設咧就舒服得多啦，係咪？咁成個沖涼房企個位最少時時正正，然之後馬桶位加埋咧呢間寢區嘅睡房望出去景觀，與我哋嘅主陽台係非常之接近嘅。咁呢邊飄窗擺咗軟墊啦，咁我哋可以望住呢個景觀，享受下彈下嘅世界。咁講真句，推薦華發雲洗俾大家就係個地段加埋景觀嘅加持，戶型咧。唔算好靚 ，OK。當然啦，交付標準亦都比較唔錯，我哋一陣間會帶大家去睇一下。咁仲有一個141方嘅戶型，由於時間關係，我哋一陣間咧就直接去到實體，同大家講埋交標，講埋戶型。
遲啲見。OK 啦，咁現時我哋就來到咗一棟嘅141方另一單位嘅單邊位，同大家睇下個戶型以及交付標準。咁首先入門咧就係一個比較厚深10cm 嘅一個裝甲門嚟嘅，作為我哋入戶門嘅交標。咁智能門鎖呢啲例牌嚟㗎啦 ，Panasonic 唔使多講。咁然之後對出嚟咧就係我哋成個洗手間，我哋嘅下廁以及主人房套廁嘅用料，我覺得係好舒服嘅。咁首先我哋牆面咧係用咗我哋嘅岩板一成排通鋪到頂嘅，咁加埋我哋洗手台面咧，亦都摸上去下係用我哋嘅天然嘅大理石，包括呢個洗手盤，然之後對出去都有一個唔錯景觀。咁最主要咧呢一塊玻璃下，我覺得用得比較好。雖然係一個不規則，佢完全可以用一個四方形嘅，但係為咗美觀，包括入邊嘅空間好用咧，就用咗一個圓弧形嘅，咁樣造價咧會更加高。咁我哋嘅馬桶咧，全部配置咗 TOTO 嘅智能馬桶，咁包括浴室寶咧，亦都係有嘅。咁廚房方面咧，其他嘅三件套咁好基礎噶啦，有一樣咧係其他樓盤冇嘅，就係我哋華發雲洗咧，係每一個單位全部配置咗我哋廚房專用嘅冷氣。佢係冷氣，唔係涼白，佢係直接好似我哋出邊嘅冷氣一樣咁樣吹冷風喺度。咁我哋灶台咧係配置咗 Bosch 嘅3眼灶台啦，加埋我哋嘅抽油煙機以及我哋嘅洗碗機。呢邊預留咗雪櫃嘅一個獻入位。咁然之後咧，我哋嘅熱水爐咧亦都係交付標準。咁呢一嚿熱水爐咧係出邊買下要12,000蚊，咁亦都用於我哋華發雲洗嘅個交標，咁係比較捨得用料嘅。咁呢個區域就係我哋嘅生活陽台啦，咁用於我哋日常嘅晾衫啦，亦都可以做翻個風窗，呢邊亦都可以望到我哋嘅海景。咁呢個項目真正係可以講到嚇，每一個區域都可以望到我哋嘅景觀。咁然之後咧，對出嚟大家見到入門咧係我哋有一個智能嘅 mon 啦，加埋我哋全屋嘅智能家居啦。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咁基本上大家現時見到，雖然有少少尾，即係最後嘅收尾工作未做好，但係亦都係以一個交標嘅形式呈現俾到大家，咁係做得比較唔錯。以及我哋主人，即係我哋嘅主客廳嘅一個電子表牆，咁亦都係做好晒俾大家一個天然嘅大理石，一個雲石。咁然之後咧，呢間單位嘅景觀咧，同頭先嗰間一樣，不過有少少影響嘅咧。我哋東邊呢邊就唔會受影響，我哋西南邊呢邊咧會有少少受影響。下邊就係我哋嘅 S2 地塊啦。如果後期起60米高度嘅住宅嘅話咧，咁就會對於我哋20樓以下嘅單位造成遮擋。咁大家揀呢一個單位，揀翻20樓以上就冇問題啦。當然揀我哋一棟嘅03同埋04，包括02單位咧，影響就好少噶啦。OK， 咁繼續睇翻我哋嘅一個戶型啦。咁首先第一個區域咧就係我哋嘅一間比較大少少嘅客房，同樣地望翻我哋嘅西南向出海口。咁然之後咧，呢兩間房係比較細嘅嚇，但係呢兩間房可以打通做一間大房。OK， 咁最對過嚟啦，就係我哋嘅一個主人房啦。咁主人房有啲唔同就係我哋會有一個主人房嘅床屏，即係我哋床頭位啊，一個背景牆啊。然之後加埋我哋嘅電動窗簾嘅路軌啦，亦都裝好晒俾大家。咁全屋嘅冷氣，中央冷氣。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區域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嘅套廁啦。咁入到我哋嘅客廁咧，可以見到雙面嘅鏡櫃啦，我哋燈帶加埋櫥幕都有嘅。咁包括頭先展示俾大家嘅一啲收納空間，亦都一樣做好晒俾大家。咁呢個馬桶咧，區別於客廁，佢用嘅一個系列咧會更加高端少少，同樣都係 TOTO 嘅。咁水箱咧都係嵌入式嘅水箱，好美觀。咁我哋成個企缸咧，空間感下係好舒服，包括用嘅呢啲我哋嘅岩板嚇，成個上牆，我覺得啲色調嚇亦都好高級。咁其實咧呢個單位交標就同大家睇完啦，咁落去同大家做翻一個總結，遲啲見。OK 啦，咁現時我哋又翻到嚟呢個開機嘅位置，同大家做總結啦。因為 Terry 好中意呢一個地方，聽住後邊嘅潺潺流水啦，加埋我哋山上邊嘅蟬鳴鳥叫，咁真係好放鬆、好寫意啲感覺。尤其係珠海市中心呢一種地段，我哋講緊雙口岸上蓋。過條馬路就搭船翻香港，揸車5分鐘就去到港珠澳大橋。講真句，係呢一個地段配套埋呢一個景觀，係珠海市中心板塊，賣28,000蚊一方嘅單價，仲要大賣裝修。
我覺得真正意義上係珠海豪宅板塊入邊嘅價錢低洼，佢亦都係非常之具備性價比，非常之值得大家入手嘅一個項目。28000至32000嘅單價，擁有珠海最好嘅地段，非常優質嘅景觀，兼且1000平方米嘅會所，呢個就係呢一個項目嘅賣點。咁其實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亦都真係可以預約David啦，帶你來到實體感受一下。咁其實現時市中心板塊嘅住宅選擇得本身就唔多，呢一個有景觀有地段嘅更加係難得。咁有興趣可以添加到上方David嘅電話 number 或者添加David嘅 WeChat。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